有一种降血压的药安普诺维进口到台湾无够成本，所以明年要退出到台湾市场。另外，全台湾有8成的诊所聘袂到药师，恐惊嘛间接造成病患到诊所看医生领无药啊。 诊所叫号码，民众身体流各项拢会看清，互医生看完，就等咧对症下药。摕一罐一罐针酒精药粉，伫咧诊所大药师拢家己来。不过全台湾超过1000多间诊所，即马数180成，请无人才。他聘很多药师进去啊，而且他用高薪在聘啊，那他们就往社区药局流动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诊所啦、医院的药师都是在减少。诊所药师无够，病人就爱摕处方签去药局领药盘，偏偏急性用药利润增加，药局无愿意接，恐惊互患者无药通吃，高血压、糖尿病患者可能卖面腿买袂到，抢在伫咧食药盘。药师证实，受到药厂发含降血压用的安普诺维，因为台湾被介绍被国际继续续，会为明年1月7日开始停止供血，退出台湾市场。这几年台湾缺药很严重，运输的成本或者是人力的成本、原物料的成本都在节节高涨。可是你不可能在成本高涨的时候，然后你的一个相对应的供应价给的这么低，就惊退出市场影响患者用药。医师推估安普诺维一年用量超2000万粒，算算落来，食药的人数70万人。退出市场了后，最少影响。加在各有其他替代药盘。这个药品目前国内有3种药品可以替代，那总共有3张可替代的许可证。不过药师嘛烦恼，官厂药盘停止供血有可能再发生。那药盘虽然说退出台湾，加上欠药师人力少，影响上大，恐惊是咱台湾的老百姓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